薯仔嘅做法咧就有好多種啦，但係今日呢個咧你哋肯定未食過。出邊一份咧要賣到成100蚊，自己喺屋企整成本咧幾蚊雞就可以搞掂啦，焦香酥脆，口感非常之清新，就連挑食嘅小朋友咧個個都爭住食。下邊咧就將詳細嘅方法全部分享俾大家。黃肉薯仔咧，佢就粉糯啲嘅，用嚟煎焗啊、炆嘢咧就啱晒噶啦。咁白肉薯仔咧，佢就爽脆啲，一般咧我哋就用嚟炒薯仔絲嘅。去咗皮之後，學我咁樣切成滾刀塊，咁樣嘅切法咧，佢嘅面積又大啲，煎嘅時候咧好煎啲，而且咧佢入味好多嘅。切好之後放入鹽水入邊浸一陣先，咁樣咧可以防止佢氧化變黑嘅，而且仲可以提前入一個底味。浸好之後撈翻出嚟，放入蒸鑊入邊，水滾之後再開始計時，用大火蒸佢5分鐘左右。趁呢個時間，我哋將雞翼放入鹽水入邊浸翻佢10分鐘以上。鹽咧可以等呢個雞翼解凍得快啲啦，同時咧又可以劈咗啲腥味嘅。大家睇下嗰啲血水咧，全部浸晒出嚟啦。呢啲咧就係嗰啲腥味嚟噶啦。記得幫佢沖多幾次，再瀝翻乾水分，再用刀咧將佢對半斬開，咁樣一啖一個咧，寫身方便好多嘅。喺入邊加翻啲薑蔥絲，再支翻半個檸檬汁。半殼生抽，少少蠔油，醃翻佢10分鐘以上。呢度記得啦，我哋醃雞翼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放料酒。放咗料酒之後咧，有陣怪味嘅，而且咧口感都會差啲嘅。揸勻之後，再加翻殼生粉入去，等每一隻雞翼咧都裹滿晒粉漿。呢個咧就係寫身咁酥脆嘅關鍵啦。我每日都會分享一啲簡單又健康嘅家常菜，中意嘅話咧可以點個小紅心關注支持一下，唔該晒大家。下邊有一個重點嚟啦，平底鑊入邊噴翻少少油。我哋將雞翼厚皮嗰一面咧煎佢先，煎到兩面都金黃酥脆啦，就可以裝出嚟啦。跟住再另外起一隻鑊，放翻啱先蒸好嘅薯仔，用中火同樣都係煎到佢金黃酥脆，再放翻啱先煎好嘅雞翼倒翻入鑊入邊。調味咧就真係好簡單啦，揼翻2殼呢個歐芹大蒜鹽咧，咁就 OK 啦。佢同普通嘅調料咧係唔一樣嘅，佢入邊只有歐芹、大蒜同埋海鹽，比例咧搭配得好好嘅，低卡又健康，味道咧清新得嚟咧又唔油膩。身材管理期嘅姐姐咧，用佢搭配嚟整各種嘅水煮菜咧都係超正嘅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大家有需要嘅可以去睇睇。再放翻一紮韭菜同埋洋蔥絲，快速咁翻炒佢，將洋蔥嗰啲甜味咧炒出嚟，咁就可以出鑊啦。嗰啲薯仔食起身咧又鬆又化，嗰啲雞翼咧鹹香入味，基本上每一啖咧都有歐芹同埋大蒜嗰啲清香味，食晒成大盤啊都冇咩負擔啊！學識嘅朋友咧記得收藏起身試一試啦，最後咧唔好唔記得點翻個讚，加翻個關注啦！